我你这个金光头诶，你看得贵哦。恁兜的西头哪会甲你讲话啊？我属牛啦，恁属牛，哈，差不多咧，恁属牛谁啊呢？袂使哦。我唔知影叶王竟然是一个青梅的人。青梅有看到，野狗的大虾花，摆骹的走去肉，开手的走去掠。哇！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王恰恰。大声唔通停，万里无云天青青。感谢大家，欢迎全世界咱所有咱好朋友呢来收看咱上界有水准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界好看的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咱大家好主编彭恰恰我本人。大家节目安尼看遮久，你会注意哦。节目当中，若是有困只伊啊，就是要你坐。这一定是有两种情形来发生啊。一种男是主持人破病，第二种就是主持人受伤。咱虽然讲呢身体安怎，咱嘛是要服务咱全球所有好朋友，咱来讲台语，台语有偌水，有偌好听，当然现场咱需要一个台语文专家，最近全英语是知名度，伫全国安尼下桥郑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唱歌模仿拢会通。大家好，我是安祖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是的，即马要来欢迎两位咱今天特别来宾。缘投到变过，缘投到变过。当然照这个拍摄本节目的规定啦，是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哦，无问题。切，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协志。有，碰过你好，真欢喜会当来上这个节目，专程拢爱讲台语。不过呢，我为自细汉吼，甲大汉拢是甲大伫我阿公阿嬷的厝内底。大伫阮阿公阿嬷的厝内底吼。是。所以自细汉就拢听台语，对话嘛拢讲台语。所以应该是无问题。这阿姊也算讲呢，咱自细汉，咱两个斗阵大汉。我是碰爸看我大汉的。是的。因为歌唱比赛甲今嘛。我看你大汉，你们看我大汉，我看你大汉，歌唱比赛，我看你大汉。你今日来，你看大家呢？五六六嘛，还是后边五六六，556，哟，都一个这个天团啦吼，慢来讲。哇，迄阵啊嘛下桥，注重这个业绩啊，为较在迄个歌唱比赛，你是迄个学生啊做的嘛？我是校州啦，唔是学生组，学生啦，过关了后去做兵嘛。过关了后先出唱片，先出唱片，嘿，20岁就去做兵，做兵不要当兵嘛。都会啦，做完啦，2年兵做完，我无倒啦，倒即马个人坐咧叫。等下你要做一这个天团叫做5566。5566。当初哪会做5566先？5566哦，重点是迄个时阵，阮全部一开始阮是有6个人。吼头家迄个时阵的意思是认为讲6个人，孙德营，孙总。迄个时阵本来是6个人，伊想讲6个人伫即个演艺界内底，爱有逐项的技能，逐项的才能，逐项才能拢爱会晓，会晓唱歌，会晓跳舞，会晓创作，会晓主持，爱创作，舞台。就是5项，艺术就是安尼啦，是专业的演艺人员安尼。伫你后一位要自我介绍进前吼，因为最近咱这个因讲是台湾虽然无介大啦吼，但是总是代志也真济啦。最近有互你感觉社会上还是安互你上个人上感动的代志？感动哦，我个人是有一寡感动的感想。是，因为用写2字好无？写完才讲呀。我给你先写。哎呦，放声啊！你哦，会袂歹呢。
袂歹吼。袂歹，较早可能读册有写过毛笔。哦，较早拢嘛做学生的时阵，拢嘛咧发写迄个你课本。愈啊哦，这台语我嘛袂晓讲呢。愈定愈定，哎，看起来都袂歹呢。所以家己他袂超车啦。至少看会出来啊。是。人生就是一个愈定嘛，吼。哎呦，开始甲结束。你是几岁呢？都咧讲这。我知啦，毋过吼，我的意思就是讲，每一个愈定跟甲阶段，拢有真济。互人感觉感动，也是讲真艰苦的代志。吼啊，进前恁拄则恁有讲到即个5566，吼，即个团体，会使是讲进前，甲我的演艺事业提高到一个程度。是。但是呢，有起哩，就一直有落来的时阵，所以过去吼，即个差不多10年吧，应该有10年的时间，确实是伫个演艺界无讲介好啊，起落，吼，所以感受真深，吼，奇怪，台语爱想足久的，感受真深。啊，毋过呢，甲即几年，吼，开始有新的节目，啊，即个5566开始有演唱会，这是重点，吼。2019年，的是2019年吼，5566啊，重新去开一个演唱会，去合体开演唱会，啊嘛受到真侪歌迷朋友的支持，啊，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真欢喜啊，真感动的代志。但一定迄个出场的曲应该是充满了充满感动激动啊，因为今年佫有这个契机。契机，这个契机会当甲大家去斗做伙开这个演唱会，对我来讲是真感动嘛，是一个真难忘的旅程。水。来看外表，走一个看外表。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就是颜值，我就是生做上界缘投、上界古水的兄弟。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午安，这节目暗时播出来。哦。大家晚安，大家好。哦，大家早安，大家午安，大家晚安，大家好。一概讲好了。好。本名单俊虎。单俊雄。虎。啊？迄个虎。马虎的虎。唔是，王林虎的虎。单俊虎。迄两虎。姓单缘投的美男子。虎伫古早是叫做美男子的意思。所以讲。豆腐猪米，一个人来一直家己讲我咧缘投，我咧啥，就是讲你无自信。伊就是讲你命中欠啥，会摕你命来讲。啊，所以阮兜的人感觉我生做无够缘投，然后命帮我补起哩。那有可能，囡仔一定生来就好命嘛。嘿，其实你生来就讲，哟，那生一个，意思是安尼嘛。碰着你嘛是一出师，帮你补一下。你伫演艺界，其实咱见面无几摆啦。对。所以我一直无了讲你是创啥的。我是咧演迄个笑亏剧的。我甲迄个顺哥。柯浩顺啊。嘿，柯浩顺。你叫伊孝顺，你有礼貌的好无？顺哥，做伙伫迄个节目里咧演对，伫迄个小型武松，讲用台语咧开讲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的。但是我知影你安怎过来的。啊，你的专长是演啥成啥？就是迄个模仿，然后迄个唱歌安尼，模仿，然后演东演西，黑白演啦。模仿上乘的像。模仿上乘的，两人尔。迄个小风旗。小风旗什么？小啦，小风旗。小风旗你可以烧。那是烧仙草啊。小风旗啦。小风旗。来啦。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永
拥挤的人潮，你是我带我越过浩瀚的树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哎，那就在我眼前。哎呦呦！你无聊了也没讲普，通普通的，迄个普通透早普通的。无开送，我然后无开啦什。么叫做开上？老师为什么叫开上？天才啦，所以有时吼，伊要咱有自由去发挥安尼就好啊，对啦。啦。最近有你上感动的代志，上感动就是最近真正是身体欠安，然后这无感动啊哈，希望写好不好？形容下好。哎呦，啊是啊，我骗。啊，愈写愈歹。哎是写你，不是画图呢。你是要写感动哦，嘿，感恩呐。感恩。最近有互你感动的代志无？你写感恩，感到。即摆少年你甲讲感恩哦，伊甲你应讲37度。感恩。感恩好，啊无我叫感恩感，我叫感心好啊。哎你的感是有写完无？啊，咋？安尼，你无讲感，无啦无啥会出来。好感心。你什么问题？你身躯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身躯有毛病，嘿，嘿啊，你的病迄是啊讲出来，迄是迄个，人家坐无啥会调，就是迄个最近我即个毛病较严重，然后伊是迄种迄个免疫系统的疾病，哎呦，然后这新闻报就大的，然后新闻报出来了，足侪人知影我有即个毛病，然后我最甘心的就是讲，足侪人会甲我关心。就是伊拢会用迄个网络，然后传讯息互我，然后甲我讲会叫我爱加油安尼。你的病会互你安怎？会造成你安怎？伊的面吼会迄个有红斑，然后迄个伊若是攻击你的身躯，然后你会有迄种你的你的关节会痛，哇，然后会落头毛，然后会变脸豆，无啦，迄个这个毛病就对了。这是遗传的吗？还是？无呢，阮兜拢无人有这个镜头。但是压力上大才会安尼。无呢，我感觉是伊吼，伊做礼拜即个行业吼，伊的生活无正常无。正常，伊家己拢无咧控制。哎我困唔困，食唔食正常，唔好啊，身体就无好啊。退出国啊，好好啊，休困啊。上个紧忙尔，啊，个紧忙尔，个金目年啊，经两年金啊，目年啊！哎呦，老师，哎，金目年啊！这就是一种坚持啊。嘿，伊对于这个行业有理想，啊，就继续去。有时哦，拄着这代志无要紧啊，拍长手骨电到用。所以有时现主时的考验，你要坚持甲行落去，成功以后就是你的。但身体嘛是重要啦，对对对，哎呦，我好是34岁囡仔，你是咧想着？啊，就命运就是安尼，就是讲有的人你要得什么毛病，无一定。你是看我要怎？啊！我想讲你的人生经验较济。健康还是上重要。对对对，我嘛希望是会健健康康。病甲安尼无健康嘛无路用啊。对咩？是，如果安尼看起来时间那个特别歹，还可以。哎，你真正白了无？哎，人家肥料无新鲜。你这种镜头会影响到你的目睭的。无我咧看多看啊，我咧看足水诶。好，开讲较正吼。我无对不起阮的老师。好，了解。今仔日安尼向无情要气阮做叮当落去，等下做啥？我要跟大家讲心肝来告诉到，要来考验台语的程度啊。来，真简单，水果，我讲华语，你翻到台语就这么简哎单。呦，真的吗？来，我说凤梨啊，我讲往来啊，有简单无？真正这简单。你是头前，哎，好来。我说水梨啊，我讲来呀，来啊，
水里的水的追来呀。追来啊！来啊，甲水来啊，应该拢会使啊。我说荔枝啊，我讲奶鸡啊，哎呦，我说杨桃啊，我讲油桃，我说芒果，哦，我讲酸呀，我说龙眼呐。我讲灵应啊，灵境，有人讲灵境，有人讲灵境，迄拢无差吼。来，我说释迦，我讲释迦，简单我当麻将。耶我说榴莲呐，我讲榴莲呐，榴莲好。我说甜柿，我讲鱼啊，皮啊，呀，甜皮啊，伊个甜鱼啊，伊敢有分甜啊，甲甜鱼。一个较甜的，一个较软的。红旗、浸旗、哦，哎啊，毋过通称是皮啊，啊若佫甲用迄个火炭，迄个甲伊烘过，迄边边个叫做鱼啊干、起粿，起粿、起粿、起饼，起饼、起饼啊，顶头迄白白哦，起生个气更做好，起生。啊，是。来，我说荆棘啊，我讲金桔啦，金桔啦，桔啦。这大多数拢会混掉去。迄个金桔，迄是桔仔，较细粒圆圆的，迄较酸。较细粒。啊，若宜兰迄叫啥？金桔，迄叫金枣。哦，所以是大细粒无共，讲法嘛无共。大粒是金枣，较长的是金枣，啊，若较细粒是桔仔，嘿。哦，较长的迄啦吼。嘿，长嘿，咱咧食伊的皮，皮会甜甜迄种。对，宜兰内底酸的嘛，哎对，金枣，啊，金枣桔啦。桔啦。我说番茄啊，我讲 tomato，你讲 tomato 是外来语，tomato 台是。语番茄哦。干嘛比？干嘛比？哎，水哦。干嘛比？个另外一款讲话叫做臭皮啊。哎，臭皮啊，臭皮啊，我听过。好来，我说芭蕉啊，哦，我讲金蕉，我说芭蕉啊，我讲芭蕉，我说芭蕉啊，我讲阿蕉啦，我说芭蕉啊，诶，我讲山金蕉，山顶的金山金蕉。蕉，有人安尼讲啦，毋过大多数拢嘛是讲芭蕉啦。对，台湾讲芭蕉啦，山金蕉嘛起码敢若安尼讲。足侪台语拢无，拢直接翻落来，拢啊。我说火龙果啊，我讲火龙果。来，这问题就来了，火龙果一般的阿上可能别人讲火龙果，对。火龙果啦，火龙果，火龙飞在天。哦。火龙果，我说哈密瓜，我讲对对啊我吼，讲地番，地瓜，地瓜，地瓜，有人知影无？摄影师，哈密瓜，梅龙，梅龙，哦，对。啊，麦当叫芒仔瓜，因为外口安那一个芒仔里遐芒仔我是讲瓜。叫梅弄啦。这个代志就是大家要了解，梅龙嘛是外来语 ，MELON 梅龙，watermelon 是西瓜，所以一般叫梅龙。吼，啊讲芒仔瓜是老师即马讲外形啦，外形。我那亲像芒仔里遐。我说百香果啊，拜啊，你拜啊。我讲百香果，你香果你硬百欢。香果，百香果一般来底拢真侪籽，对不对？足酸的。对，酸。百香果，老师好难哦，西结果，四季果迄是为日本人留落来对，Tokeso，迄因为伊的花亲像丝巾安尼，所以叫 Tokeso，就是四季果。啊嘛有人讲伊的形规粒圆圆，亲像鸡卵，所以嘛叫鸡卵果。啊，另外一种讲叫生梨果。那到底咱要用对种讲话较好势？我会感觉讲迄个鸡卵果较好啦，鸡卵因为看的就生鸡卵啦。我说百香果啊，我讲鸡卵果，不是鸡卵果哦。我说桑葚，我讲松水，他是啦，啊，他是啦，松水，生水的，生水、生菜个盐酸啊，生水，生水嘿，生菜，嘿盐酸啊，看你要讲对一种。盐酸啊，盐酸啊，我拢无关联呢，就歹讲。生水，看恁安怎用啦，因这无共所在，有时无共的讲法啦。对啊。哎，来，我说无花果啊，你拄着困难了。哎呦，无花果，我讲无花我果，就知你定安尼翻啦。我说无花果啊，这条有够困难啦。我说无花果啊，我讲
想不出来呢。我嘛想不出来来了，老师无花果，永历果，啊这较古册啦，因为这是古早一本册叫《便民都传》内底有这个名词，叫永历果。印啊，放印的印，迄个永历果。映日果，映日果，嘿。永历果，伊迄是较古册啊。另外一个民间常用药草图鉴内底吼，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品仙果。哇，品仙果，哦，这种品仙草啊，品仙果，品仙果，这种较迄个古典的语词啦。不过这较是讲古早就甲记录落来啊。我给你记起来就好啊。我说无花果啊，我讲永历果，我说草莓啊，我讲草莓啊，我在打鸡缸呢，草莓啊，鸡缸皮薄条，草莓是跳缸，鸡缸大湖草莓，草莓。哦，对，气泡，错了。气泡吼是咱二路边啊，迄杂草啊，细粒啊尔。嗯。所以气泡照理来讲，也是野草莓，较细粒。照理讲，咱台语应该叫草草啊，毋讲去菜市仔拢讲气泡呢。啊，气泡迄是算民间哦，因为咱以前细汉拢就咱食蚵仔啊。嘿。咱边啊，像咱班来食惯是，不过尾有进口这较大粒，应该叫草草，你讲进口的。草甲气泡是大细粒差足济，像啊，你是草朱莹是气泡，安尼来分。我了解啊啦，我了解啊。你是改良的，你改良的。外国那草莓园进口，是安尼讲哦。对，我就拍点所以今天礼拜接受到草最后一条，很困难的。我说奇异果啊，我知，你知？是不是叫做米高桃？有一条歌有写啊，是不是叫高头果啊？高头果，是不是？高头果你一直看我头啦，没，高头啊！奇异果叫做高头果吗？老师？因为外口足侪毛啊，个圆啊，亲像迄只狗的头安尼，高头果嘿。啊，高头果，刚才是讲对咧，高头果真正叫做高头果。所以大家了解奇异果叫做高头果。来，感谢安尼今日台语因的听多安怎老师？头啊吼，两个生的问题，而且甲协志啊吼讨论一下。是。普通吼想讲碰过，咱是讲碰的。我姓丁，我会叫丁。啊，若姓林，咱会讲林的。啊，你若讲你姓孙吼，变孙的。孙的。啊，你叫偏。所以有的人讲我无姓孙，我姓孙悟空。哦。所以头啊吼，伊嘛讲着一个小，对毋对？你讲萧煌奇，其实嘛是这种考虑啊。我若讲我姓萧，若只头讲变萧的。姓萧变萧的，姓孙变孙的，拢去用拼。所以因的姓，因会讲我姓孙，我姓萧，所以头讲萧煌奇是无毋对的哦。叫水水地摸菜人，水水地来财。你看伊安尼哦，伊是有来财的人哦。有来财。无简单。小弟讲了好。是一个武馆练武的学生，好好哈气练着武术。这间武馆听讲是全佛山上厉害一间武馆。听讲内底有一个非常厉害一代宗师，叫做叶问，逐工拢有人想要来找伊挑战。今日阁有谁要来拼输赢咧？咱继续甲看落去。小的，啱啱。是。卖模灰哦，好，骹步爱翘好，是，这叫马步啦，爱站落稳，稳，好，基本动作爱做好，啊无等下师傅入来，看到你模灰，佮要骂啊，好，小的，你像啊，像，你问我是虾米人，我佮问你是虾米人嘞？你虾米人？要讲无啦？恁迄个师傅叫做啥物？叶问啊，伫倒位？倒位？你要创啥？你要创啥？你看我穿啊，你嘛知我是来创啥？别讲啊！喂，不是啊，这是我的武器，你知唔知啊？你武器哦，武器。
安尼阮也袂练着迄武器的啦。对，你也袂练的。阮师傅袂使学白见人的啦。你到底要来这创啥啊？我要挑战恁师傅。挑战我师傅。嗯。你这个普龙宫的金光头啊？什么的金光头？嘿。来这要挑战阮师傅，你干嘛顶界来挑战阮师傅的人，即摆已经正伫山顶啊！你敢知影？迄个草法遮尔悬，正伫山顶迄个，可是阮师傅。喂！原来是烟枪背，烟枪背，烟枪。哎，超师傅，这是武器啦！哦，你是猜一个好。我今仔就是来替阮师傅报仇，报仇，看得无？来吧，北来，哎，你把拉落去。迄送你呢，你莫甲我管，我有甲你的选择。所以叶问到底伫倒位？唔讲是毋是？嘿，都唔讲吗？安尼好，安尼拢唔讲。卖插伊，我来啦。卖插伊。你无要插我好，不要紧。我甲你讲，看到无？哎呦！真正活起来咧！你这个是要哪啦？我你这个金光头的，你看到鬼啊？恁兜的西头哪会甲你讲话啊？我属牛啦，恁属牛？较差不多咧。恁属牛谁啊呢？袂使哦。我唔知影叶问竟然是一个青眉的人。哎，放较尊重诶。你甲阴暗啊袂着你的。啊，不对我。什么声？阴暗，我要洗菜盘啊，削互破，你实在有够好打理啊！你看阮翁转来。哎呀！叔，啥人把这盘摔破？你这金光头，你是啥？你问我是谁？啊，我会记你。你记我？恁师傅的毛啊草生啊，你悬啊！我甲你讲，你今日来找我倒去要创啊？你是啥物人？我就是你朝思暮想的叶问，我是用永春的叶问，佛山永春派四城东华顺，人拢叫我一代宗师，一代。毋过我一直感觉人的地位虽然有官阶之分，毋过人格本有贵贱之别。毋过你摔破阮某的盘，根本就是犯贱。翁的啊，嘿，你甲看伊甲咱的盘削破去啊，好好甲处理修理一下。永信，我好好甲教死你这个大口袋，我来。安怎？歹势我输啊！你输啊？听呢？伤厉害，我先来走，而且恁某遮歹好，我无法度。请你保重哦，大家。等一下，你要走，你这个烟枪留落来。你竟然叫我烟枪留落来？烟枪留落来，硬啊！哈，把烟枪收起来。等下，唔免你来杀我烟枪，我家己杀。杀，紧来啦！较紧的啦。会记你。你讲这啊？你讲我清楚嘛？这是武器啦。你卖嘛，你看电影真正啊食嘛。嘿啦，阮师傅卖啦。烟圈阴暗留咧家在头烟啊，翁的啊。保重啊！保重啊！我甲你讲啦，以前哦，我拢无介意练武，我甲希望你会当加一寡时间通好陪我。即马我吼拢无想遐济，我无想要因为我你有人生有危险，有一寡代志该做你就应该爱去做。我知，为着生活，我会当忍。啊，毋过有武有力着中华武术就袂使。即届我要替中华武术出一口气。听讲这间武馆，这是武馆还是咧卖烟枪？哪有烟枪味遮重？烟枪味有够重，烟枪味遮重，卖偷食。规个。不，你的武器吼。这位是听讲叶问，你是全佛山上界牛拍的人。今仔日我就是要来找你拼输赢。有人讲永春群是查某人所创的群，嘛有人讲叶问是一个惊某的查甫人。今仔日我所见果然名不虚传。说啊，
你放心，我是无可能甲伊拍死。卡叔讲你若是个袂放心，我就让伊相手。这个世界上无惊某的查甫人，只有尊重查某的查甫人。话莫讲甲遮尔好听嘛，莫对我一只543。我今仔日是要甲你拼输赢，所以我今仔日就是要来看出你是安怎拍出这个查某人的拳。哼！我甲你讲，阮咏春拳是攻守合一，一攻一拍，攻守合一，一攻一拍是用上短的时间去击倒对方。你等一下，你就知影安怎拍。永信，呀啦，这边你就前这边。永信，我要来接受挑战啊！保重。今仔日你来甲我拼输赢，我用一炷香的时间来甲你拍倒。你是应该烧香拜拜啊！啊你请你赶紧去求阿公叫阿嬷，保庇你莫互我拍甲老火老弟，咱两个就来对拍。好啊，你分香还袂忝呢？哦，你动作遮尔慢，佮讲啥物？攻守一体，速度真紧的击倒对方。你做爱呢？插袂入去。啊，走出！恁两个莫搁拍啊啦！哎呦，逐工安尼拍来拍去，有够烦的啦！恁真正是吼，啉滚水放茶米茶。搁有一句俗语，请注意听。哈！叶本，听讲你是全佛山上界会当好拍的人，我今仔日就是要来找你拼输赢。有人讲咏春拳是查某人所创出来的拳嘛，有人讲叶本是一个惊某的查甫人。今仔日所去果然名不虚传，所以话你放心，我是无可能甲伊拍死。你若是搁袂放心，我就让伊相拳。这个世间无惊某的查甫人，只有尊重查某的，只有尊重某的查甫人。我今仔日就是要看你安怎拍出这套查某人的拳。阮咏春拳是用上短的时间来击倒对方，你等下你就知影安怎拍。永信，我要来接受挑战啦！保重。我甲你讲，你今仔来甲我拼输赢，我用一炷香的时间，我来甲你解决。来，哎呀，恁两莫搁拍啦！逐工安尼拍来拍去，够烦的，因真正是吼。高头滴着乌麻油。阿进，什么意思？叫阿进，你啉某呢？我啉某啦。哦，阿进，什么意思？哦，永信，这什么意思？拍鼓励。来，请。来啊！拄啊，逐工拍来拍去吼，这个我有足恐怖啦。足恐怖的。摕落好啊！我个人嘛惊噶。哎呦喂！对照两句俗语，逐工安尼拍来拍去会烦无？叫做啉滚水放茶米茶，听好无？啉滚水会放茶米茶。第二句叫做高头滴着乌麻油。来，这个情形赞成第一句的声，举手。啉滚水，反正我嘛唔知什么意思，这伤难了吧？敢是讲？伊应该是你先倒水，倒烧水，然后较你无敬无你的关系。好，迄个你在这边来，主任在这边。恁三个共国，高头滴着乌麻油，恁三个一定是讲这句，对不对？嘿，嘛唔知影迄个，嘛唔知什么意思啊？高头滴着乌麻油，敢若是要掠去煮。啊？煮狗啊？要掠去煮。高汤。你要食狗吧？无啦，卖安尼啦。我想讲俗语，我是在安尼讲。这俗语嘛，其实我嘛捌听过，这两句到底对一句才是正确。来，老师请解答来。第一句吼，就是讲啉滚水放茶米茶。咱普通时啊，滚水是通光无色的。不过咱因为咱人吼有时，若讲火气伤大的时阵，咱放出来就会较黄。啊，放的就就亲像啥？茶米茶。茶米茶。所以有时吼，人话较有智慧来讲，啊，你是啉滚水放茶米茶哦。意思是讲你来口水讲，你即马火气伤大啦，火大啦，所以啉滚水放茶米茶是讲你火气伤大。啊，那第二句吼是讲迄个高头滴着乌麻油吼，乌麻油做芳对毋对？对。毋过要死毋死，都滴着狗的头。狗的头啊，敢装会着？装袂着。伊敢骗会着？
对，毋过准袂着，所以看有食无干大言，亲像不做庆油烟啊。哇！啥意思？你讲哦，足芳啊，毋过就是偏会着，啊食袂着，实在足介叫安尼。哦，所以若讲照头爱讲起来，三不五时啊，着人要找你比武吼。啊，感觉嘛足烦，所以碰过意思是讲吼，恁遮三个时候那遮乱，实在看恁就火大啦，所以应该是啉滚水放茶米茶，火大。大家拢会大啦，对唔对？咱不要紧，上无了解这两句俗语的意思啦，吼。好，爱个记起来吼，来感谢大家来拍报告的一个。吟诗作文真趣味。这首诗、这首词要念之前，老师拄有一个意见，讲模仿甲模仿无共，无共，无共。上山顶伊是做个模仿，模仿模仿。啊那模仿迄是啊讲仿冒。哦，一个是仿冒，一个是模仿，所以模仿甲模仿是无共款。是无共款。来，啊，今日这首算个真简单吼，来迄个。孙诶，是，好，我来。孙诶，我念一遍来。好，月娘光微微，贼仔偷掠猪，偷掠7、8只，顺耍偷乌壁。会水哦。青梅有看到，下狗的大虾花，摆骹的走去肉，开手的走去掠。哇！对无，老师？对啊，因为所以有时候诶，语言环境真正足重要。哦，我唔知你遮厉害呢。因一般来念拢袂讲100就准啦。对，因为8点档的迄个剧本吼，有800种，是，有写国语有写台语的，所以你要家己去想讲伊写这到底是啥，所以看久可能加减看有。国语啊，同学请行起来。大家斗阵念一遍来，扣落去，1、2、3、4、5，开始嘿。月娘光微微，嘿，贼仔偷掠猪，嘿，偷掠7、8只，嘿，顺耍偷乌壁，嘿，青梅有看到，嘿，下狗的大声花，啊摆骹的走去着，啊开手的走去掠。是啦，感谢大家后尾，我们继续去讲啦，后尾3月水，为恁多。好胜。大家好，我是山猪陈俊虎，今日非常欢喜来参加到这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呢，学到这个台语，我嘛就荣幸会当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非常欢喜，希望后一届更有机会会当来斗阵学台语。大家好，我是孙协志。第一届来上这个节目，非常的欢喜嘛，感觉真趣味。虽然讲，我伫咧厝内甲厝内底人讲话拢是讲台语，台语嘛算讲了真顺，但是呢，这个台语实在是太深了，所以伫咧这个节目内底，我嘛学到真侪物件，真感谢嘛，真欢喜。